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0月14，旧历的8月28，礼拜三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台南铁路地下化同意案，最后2号的控证户黄甲甲陈甲，昨透早去互铁道局强行来拆除，双方爆发着激烈的冲突。早起陈甲母仔囝到立法院举行记者会来指控讲，明明都当甲政府咧协商。 原厝保留，煞去互政府欺骗，这个厝硬互拆掉，讲这是拆掉因想要和解的愿望，嘛来拆掉着台湾的民主人权。啊，这伤心的老母亲，伫记者会有几解，然后更是甜甜甜。 昨透早3点外，铁道局中工处联合警察人员雄雄就开始拆厝。陈家90岁老太太当时伫厝内，伊哭甲真伤心。9年来，我们过的日子就是提心吊胆的日子，不知道。他知道我母亲对于那个房子、对于那一个楼梯有非常深厚的感情。 明明因这个协商讲保留原厝，要过半暝，互人拆掉，唔那安尼尔。铁道局中工处本来敢若愿意互陈家10分钟的搬厝的时间。一个讲求民主人权的国度，谁愿意给人家10分钟搬家？他是拆掉了这一个我们想要和解的这样子的一个盼望。 他从此拆掉了台湾的民主人权。陈志晓表示讲，陈家被拆，无代表南提东移反拆运动就结束，因将透过拍官司的方式摕回土地，并且重建陈家。